好可能会造风台花莲放山湖敢会有影响。农业部长陈俊贵强调讲，上好的防灾就是提早疏开。另外有风声讲，乌山头水库洗太阳能的供电棒是用清洁剂落去洗来污染用水。陈俊贵表示讲，会检查厂商的装备，若准有清洁剂，也着爱用12万吨，才有可能会超过标准。七大光电产业工协会开记者会，出来驳回因洗水库的光电棒，干那用水尔，绝对无用清洁剂。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做业务报告了后，伊讲会精进管理的作为，未来厂商若入来洗光电棒的时阵，会检查因载的装备，无应该载就袂使哩。嘛强调相关的检测拢是背景值，若使用清洁剂、地书这款的数值，迄量爱真大。那如果真的是要用清洁剂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数值的话，好，那其实我们也估计你一次大概12万吨左右，是非常非常大的量的。热带扰动最近可能会形成新的风台，放山湖敢会搁一届造成灾害，要安怎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？陈俊贵讲，放山湖土石的量也有1亿1千万立方公尺，确实会烦恼土石若是放落来，会搁形成另外一个放山湖，所以会好好啊规划，提早甲民众疏开。最好的防灾就是提早去做这些撤离疏散。那我们希望说要落实这样疏散，包括它的演练，包括它的保全清澈，包括它的动线，还有包括它的收容。农业部强调讲，累积的雨量若甲200毫米，就会发布红色的警戒；若拄到低档、强度误入，除了发布红色警戒，嘛会发海啸的警报。参考过去的经验来改善应用的做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